好，来，乡亲，咱继续来看这个华航的机组员伫检疫所在的诺富特饭店，今仔日有一个员工来确诊，早起这个诺富特饭店全面净空消毒着14天。住伫个饭店的422个机组员，嘛全部锁到集中的检疫所。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身到饭店，向所有的人透过广播来放送。由于在这馆内有相关的人员染疫，那有一段时间，那造成有可能的一个传播链，那有可能在环境上有风险，所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决定要把大家都撤离到集中检疫所。因为诺富特饭店的这个确诊的员工是一个主管，平常时会伫饭店的1馆甲2馆来刷动，加上这2栋饭店平常时嘛有餐车往来刷动，所以隔离当中的机组人员甲员工必须拢爱隔离来观察。但是中讲，这422个人到检疫所了后，会马上来做相关的检验。